基美医疗财团法人基美病院1号上午举行新旧任院长的交接典礼，包括卫福部常务次长石崇良、市长黄伟哲、甲2位副市长、成大医学院的院长沈延胜，拢到场出席，场面盛大。伫基美医疗财团法人基美病院董事会代表许春华的感告，原首席医疗副院长林鸿龙由邱宗庆院长的手中接下印信，正式就任基美医学中心的院长职务。而原院长邱宗庆则转任董事会董事兼总院的荣誉院长。因为这个病院的这个文化，这个公开的文化、透明的文化，这就是创办人所主张的，咱病院炮有爱放出来。所以咱的董事会讲一句较白的，就是讲足清气的啦吼。对这个所有病院的这个资源呢，拢无过回到这个董事会，所以病院才会当发展吼。所以嘛是感谢这个廖董事长呢，伊讲病院的目的毋是要趁钱，是要服务社会。感谢创办人，多谢。今天其实我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，奇美体系在邱院长的领导底下，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蓬勃发展。最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人性关怀的服务，这个都是所有奇美人引以为傲的。那么接下这样的重担，也希望各位继续给我鼓励，继续给我指导，让奇美能够持续成为奇美最受信赖的医疗体系。我想，身为台南市的一份子，我们都有目共睹。这些年来，奇美医院对我们台南市市民朋友们，以及南部地区甚至台湾地区民众的医疗健康的一个卓越贡献，不仅在于医院本身规模的这个扩大，更在于对于市民朋友们以及民众的健康的影响，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因此，特别谢谢邱院长，谢谢林院长。那未来对于林院长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也非常肯定将来秉承过去我们奇美医院良好的基础，继续带领奇美医疗团队来为市民、为全国民众服务。有一部电影叫《奇异博士》，我们也期许林院长跟奇美所有的团队，奇异博士能够共创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奇美医院，谢谢。新任的院长林鸿龙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毕业，成功大学高阶管理研究所的硕士。民国84年进入奇美医学中心来服务，病院的资历27档，前后担任过基金部的主任、医务秘书、医疗副院长、加首席医疗副院长等。无论伫个医疗的专业，或者是行政管理的资历，相当的完整。希望未来伫个伊的带领，会用为民众提供更较好的医疗环境加医疗的服务品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